英国乐团 Coldplay 伫高雄的2场演唱会结束，昨暝有86000多人嘛拍破纪录。高雄做阮1.5内的疏散人潮是真无简单。另外，警方嘛抓到有人在卖假票。 高雄市世运体育馆外口，真侪民众咧排队，大家拢是参加英国乐团 Coldplay 演唱会。Coldplay 伫高雄2天演唱，根据统计，演唱会拜堂人数毋若超过今年韩国女团 BLACKPINK 的纪录。礼拜暗时拢总有86000多人次，人数创新高。高雄捷运伫这2天拢总运输超过55万人，一暝开86到88分钟，就将演唱会民众消化煞。 这运站还有我们全线的运量呢是29.2万人次哦，其实已经是我们今年破运量的第1高的运量了。那在昨日的话呢是26点多万人次，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也是我们今年第2高的部分。演唱会起因挂卖抢票，有相关起歹心卖假票。左营分局12暗时7点外，伫左营高铁站抓到21岁查甫人，现场找到假演唱会门票3张，新台票1万块加手机啊。经过查证，嫌犯是以1张4000到5000不等的计数，已经卖出56张。警方怀疑有其他共犯，后续会扩大侦办。现场有提出。 有迄个查扣到3张的伪造的演唱会门票，个现金1万块，手机证物，这个嫌犯是以1张4000块至5000块的金额，去伫个网络咧卖这个伪造的门票。Coldplay 演唱会伫12暗时顺利结束，2天拢总吸引17万名的歌迷。市府表示，今年到这个月，高雄已经举办50场以上演唱会，吸引80万外人参与，估计创下超过10亿的观光商机。记者张一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